来关心国际消息，中国华北地区最近天气烧热，真侪星期昨高温是拢超过40度。北京的汤河口是来到41.8度，打破当地6月上高温的纪录。有不少民众是来到河边浸水退凉，不过嘛有人会烦恼讲，烧落来可能会出现欠电、停电的问题。 日头正炎，天气正热，中国华北地区真侪省5月这即天温度拢正超过40度，其中北京通河口伫下昼2点，温度41.8度，是历历上热的所在，也破1961年有观测以来6月上高的温度。没有想到北京比南京还要热，这北京已经到了40度的高温，太热了，我们都不出门的，我们今天出门，然后明天就走了。 6月就出现创纪录的高温，连南方来游客拢化冻袂掉。中国气象局伫顶礼拜就发潮沙警报，比往年提早2礼拜，而且到拜六之前，温度拢有可能达到39度。温度悬，用电增加，为了要应应供电的压力，中国国家能源局顶礼拜伫咧华东电网进行电力应变演习，模拟出现大规模停电，民众也担心会停电。我们那边去年的时候。 6月中旬那会儿，正是热的时候，停电，中午停，大中午停，因为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开空调，然后大中午整个村儿咔停电了，然后到下午6点，天凉快了，它也来电了，就是肯定会担心的。 当局表示，电网的安全形势相对严重，因为空调需求增加，和电网的负担比往年更加沉重。今年4月热天气，亚洲真侪所在温度拢至少增加2度。专家讲，这个地区正伫咧经历史上上严重的热天气。公司新闻，张伟林、吴其昌编辑。